国内近比模型增加武汉肺炎确诊个案，也咪系连电提醒日无确诊的，看得出来国内疫情又加缓的。一下台湾累计确诊人数还係維持喺429例，有313人解除隔離。那我有關排山間群起感染事件，相關1996位接觸者，指揮中心還係繼續喺追蹤加調嘅風險情形。5.1連續假期就會到嘅，下一步嘅國內疫情又加緩嘅，可能會有一多民眾出去留了。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講，睇家族嘅心情不用卡輕鬆啲嘅，不過防疫還係總唔得懈怠，仲會保持社交安全距離，卡接接觸外帶最嚴嘅，一條防疫措施都還係愛做好來。政府下一步會推出高速公路1968 App， 新增假人動到景點人潮檢視功能，不過資訊唔正確。交通部長林佳龍早前表示講，基建車會相關單位來檢討修正。對啊，立法院未提出5.1連續假期前，一個 App 現在經過阿比測試，冇通過，總得來用。國內疫情又卡跌嘅，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講，當店研究討論按用嘅本沙費恢復正常運作，不過有港費或者建議，應該針對境外入來民眾狂體採檢，好清楚無症條嘅感染者。為大救經濟，法國總理菲利普28日國民議會提交嘅解封計劃，所以當日新增加確診病例維持喺3300人以下，法國就會喺5月11日本商店重新營業，學校重新上課，不過要求民眾喺公共場所停在戴遮掩嘅。